做的有暖身的效果。致敬，那个是个人喜好吗？林姐最好的啊！哎，看管老皮啦！雪玲姐，只有你来录影，我们的副教部长要顺了安永远。而且你知道我们这边的水内挂哦，等一下有走玫瑰花哦，还要做玫瑰花。花朵嘞，你莲花朵会淡线哦。应该有结婚嘞。莲花有主哎，你看，你为什么要这么失望？没有。你在翠上面不要说什么一家之主的主持人很帅哦，会被骂。不会不会，我会下去按赞，你按赞更会被骂。这种自行评价。我刚刚因为嫁人了就这样子，因为整年。就像咖喱饭跟咖喱老酱中的不用饭中的。对啊，总得叫红糖。不行。那串冰。要啦。他有自己的标准哦，观众朋友。哇，做的特别香。为什么雪玲姐你喜欢吃铁酱？因为应该用天然的饼啊。如果黑公有你的粉红喷这种香水味，我会觉得它很香哦。不过我觉得斌哥真的很厉害，他其实比我年轻，他煮的菜都很有老灵魂。你打死多人公鸡吧？我问一个，你看韩竹妞老板你买？韩竹妞的几架用？几架走？英哥，伊叫做哈，无喷发有两个什么诶？该世界有办法吗？做的啦，跟男朋友点点手，好，给你点点就好。今夜佛像活动台。太好了，拜托你点点，我左耳好不容易哈。那我今天右耳有点大声，那活该。哎，唐公根本的什么音哦？阴盛阳衰嘞。点点。好，阴盛阳衰哎。是。这样我们导播收到声音吗？收得到，因为你的小声也是很大声。哎，根本谁能给整个世代立波？哦，你给咩用族呢？真嘅是来势汹汹。嘿哦。有前寂寞耶，没有後寂寞耶。一下裏邊哦，見都見後生嚟。哇。嘿。哎，青岛全部的什么音哦，真的阴盛阳衰，但是男女性别要平等哦。平等，但是我们先看一下，先分享都给那个评审欣赏啦。教主。好，先来分享到你啊，谢玲开始。大家好，谢玲姐好。谢玲。嘿，咱个分享到最然到嘅陆子比卢师傅。大家好，阿斌哥好。3號呢來分享到你苗栗嘅風吹沉水站哈，苗栗同小兩姊妹嘅，佢哋用愛字眼嚟先。歡迎。好，來看一下白點兩組來自突然拼剪哦，呢條係姊妹檔，按到彭玲芳、彭玉蓉。歡迎。來百寶箱打開來看。風吹帶來乜嘅咧？椰漿粽。哦，粽啊！還有一下周黑呢。哇，這個選擇障礙我全部都要。安排的耶。那我要選哪一個？你照新妹是凍豆嘞。那我吃肉的好了。吃那個肉的。好吃肉的啦。沒啦，不衝動，他接的。都很不是，因為蔥點沒嘛，你知道嗎？有個糯米飯本身就是我喜歡的那種糯米飯。就是有沒有厲害感？中文糯米飯。好香哦。哦，啲小米很香的哦。那好吃兩種我覺得推小組合。然後是，該不會是你們這成大洲通合整啊？係，真嘅啊！你知真係好食哦。我家下去糖豆紅，你用啥？有一部係做點米血了，炒個米線面，精力係蠻嚴。乜嘢？哇，厲害！魔鬼今日大眾一般睇下歡迎。而且要唔可以知啲話，嘅係你同小李嘅李總。李總啊，咁樣要特別做下嘅。椰漿係咪最叫強？咩不一樣？椰漿叫強係睇椰頭，係椰頭。而椰漿我用講客家話。椰漿。哦，問看一下兩位後生煙，食了種了哦。是好吃的，幫我們在脆上面幫我多發表一下。好吃，凍好吃。從小李李長做誒。幾好吃，幾好食。幾好吃，凍好吃，ăn好吃。好，咋個咧非常期待哦，到底後生嘅客家嘢帶來賣嘅百寶箱本係下地方。帶來嘅係客家嘅，雞巴嘅。哇，經典客家米線。對，雞巴嘅手工嘅雞巴嘅。你知㗎？時間咯。嗰個要做手工嘅米線，從迄糯米會真水，
等下怎么会有野生的客家人讲客家话跟我都按后啊？对啊，谁回世界，爸爸就我看那我对，我看你你会讲，可了總得講。總得講北京話。哇，師祖在講黑夜甜甜哦，這個家訓比什麼更前面呢？就是大學前不能交男朋友，這個更前面。就沖死幾條個講哈，談到貴根啊，挨29歲，款春不要靠近他哦。你看長散雪，然後他就說款得春啦。好啦，不過呢，今日同朋友這有2隊都是姊妹來參賽，我們先來金港體育館跟暖身 PK 咯。用錢來挑戰。第一關考驗兩嘴對食材嘅認識，還有對客家文化嘅了解。唔但唱愛動腦筋，還愛比反應，兩片變素養，順來萬人較厲害。請出擊嘅比賽馬上就要開始咯！好，第一關哦，前景非常的好高哦，觀眾朋友坐在天然台架強下來團一下，我們變成一個知識王的寶庫關卡嘞。沒錯，嘿這個學習當到誒。沒有，等下4位來賓哦，等下未會參與哦。冇唔錯，等下兩組呢來比賽時，總共加起嘅分數，咪代表講廚師做得先幾道好食出來醃料理。好，剪刀石頭布。好，風水先來。風水先來選題目，我先來，那當然要選長這是誰？你們寫對字呢？先分幾條選一下啦。你對豬兒有興趣嗎？沒啊，精彩，我先來題都做得啊。客家諺語。結果他選別的，客家諺語蠻輕佻啊，哈。下公腳經營醫嘅意思係乜嘅咧？A 係虛情假意，B 係敬老尊賢，C 係禮輕情意重，乜意思？敬老尊賢，哎呦，感覺用這個字來團係經冇？營醫。好，第一題來看下，正確嘅答案係 C， 禮輕情意重。禮輕情意。哎呀，其實你要三家時候哈貢腳啊，它是有個提示啊，大家是哈貢的時節會是腳嗎？西雙哦都係丟鐵啦、白鐵啦、薄塊類啊，所以哈貢腳啊，冇買大錢啊，就比如講哦，送應嘅禮物的，送應嘅電路哦不值錢，不過心意很慢慢改，比喻這句話就是禮輕情意重，大家用心。原來係安呢。好，提聽。暖身一下而已，唔怕。好，等一下玩爛除了，選豬啦。弄什麼？你不是偶像，是他在田溪當中轉狗踢。但等一下，他的偶像是明珠。哦，妹，你要豬啊！最後一個。你有選美女？美女。美女選這題。好，美女點。第二題實作題，等一下男水兩3人派出1 3人，限時到90秒當中，做得切出一個黃瓜嘅玫瑰花。那麼提醒你哦，至少要有切到8片嘅黃瓜花瓣，這樣有辦法開始剪哦，來撈幾件做玫瑰花。3腿冇穿哦，3腿就是他不愛我了。好，馬上來送道具咯。好咯，呢係嘅黃瓜切嘅玫瑰花。本來大家看一下最美嘅新品會上到安用心。啊，這個玫瑰花瓣哦，一片一片一定要打開來。那關鍵是什麼呢？就等下切嘅時節哦，緊破緊好切。等下煎起來嘅時節哦，要密一點。然後最後塞落去嘅時節哦，莫塞到胸大哦，這樣它才會開發。好，2位黃花大閨女排出馬莎。好，妹妹，來玉龍準備好了，90秒哦。幾時？搶開始。太慢。壓力動態。貼起來哈，太斜刀了會嗎？卡到可能下倉，煎嘅時還是你有節下練過？他有練過。有啦。他應該有練過。最少會8碟哦，8片哦。他姐姐在旁邊有點擔心。姐姐有幫他保保險的啦。所以手切懂嘛。哎，30秒狗貼了哦。還有1分鐘，我們先試試看。如果不行的話，我們還有誰呢？掛走你不一天。其實兩罐哦，主角就告訴下觀眾朋友，豆腐卡好每棟有儀式感，可以用一些小小的擺盤啊。你會這樣做嗎？我會醃小黃瓜。哇，好漂亮！熱白心哦，係冇？6題都不談得好，來，時間多少？1分鐘甜甜，我們最後30秒吃下去。借我給師傅看一下，很漂亮哎，這很像太美，你做的比這個是。比這一顆漂亮哦。
这个是盛开的。这个是盛开的哦。师傅，等一下莫打松。哎，这样哦，这样哦。你看龙改，等一下不宜摆盘，好不好？来，就皮拉属于挑战辛苦。洪志毅姐姐，我先来题。都是谐音题的，你看。那就掌上明珠。好啦，这不是我再次强调。掌上明珠哦。黑白切当中，猪小肚黑讲猪胃跟奶铺盆。啊，猪小肚，V 呀，猪小肚在尿道上，尿道上是膀胱吗？膀胱，输尿管。对对对，输尿管旁边是肾脏吗？我问是你呀，膀胱呀，还讲野味？没啦，膀胱啦。膀胱吗？刚才就有逛街。好，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，嘿，恭喜就系第个。刚才讲到的肾脏就会绕饿啊，煮野味。好吃的地方。那么这个先来题，肠胃炎。好，我用甲三哦。来看一下喽。好，你从亚美世界咯，卡合适什么该？啊，这边老太讲呀，迄都买好的时间，没开始哦。买好的因为刚开始嘛，该都冇食最好。买好的刚好什么该吼？A 为什么？ A 因为个有那话，有个乳糖不耐症啊，囝会拉肚子，个生吐司吼，个有卡多啦，对，个肠胃较唔好。好专伊业有都超时做些，有可能地生吐司对，很大概很专业。嘿，营养师本人嘛吼。来看一下正确的答案，嘿，恭喜就系 A 白吐司。刚才玉荣讲的吼，完全冇唔错，人家就系到爱好嘅时节啦。其实肠胃炎哦，建议大家还系就是断食，差不多1到2日啦。断食以后，假使想要补充营养的时节，吐司营养班的选择哦。刚才讲的生吐司，地本又冻到的，譬如讲鲜奶油啊，它又像是会加炼乳啊，所以会有乳糖不耐症，对你的肠胃的负担会动态。那鲜奶系强壮嘅头力，所以建议大家补充营养，还系从白吐司来开始哦。两个都很强，嘿哦所以够加油，李总来，我先来题。姐姐说了算，还是妹妹说了算？我说了算。你说的算，对，她说了算。我说的算。谢周批。有3年派出一个推表，限时到1分鐘當中。等一下我到保鮮盒，各位又出一個10碟蒜條，然後佢去皮就算過關呢。我記得咯，一個蒜鹽呢有殘留一些蒜條皮嘅話，就要趕5秒鐘。超過1分鐘就算失敗了，搶送道具。那個飲料係做的有暖身的效果，避免手腳冰冷。致敬。那个是个人喜好吗？就像咖喱飯跟咖喱老醬中的不用，但中的哎呀，总得叫空它。那串冰，要啦。他有自己的标准哦，观众朋友。目的。喜欢你昨天穷花椒，别浪费我力气。做的特别香。为什么雪玲今天走的点掉？因为应该有哎，甜甜的边啊。如果黑公有你的粉红喷这种香水味，我会觉得它很香哦。不过我觉得斌哥真的很厉害，他其实比我年轻，他煮的菜都很有老灵魂。你打10多的公斤吧。好，多第一关呢，我觉得英国人喺台湾你都冇问题，因为我们是手摇饮王国。系啊，韩国也是哦，是人冲的时节，卜酸跳哦，卜到比跳个还有一家咯。哦，日本种甜甜哦，等下水梅是苗会让你多酸，然后食粒会卜呛呛。哦，那唔但像野味没做的用白的哦。你自己分配一下时间。哦，准备好了哈。要记得呼吸哦。哦，开始。呛开始。哇，你懂死了。手会忍不住手会啊。酸哦。继续摸底。喜欢美食的穷花椒。别浪费我力气。可以播了。又是加卜呛呛嘞。做对款式了吧？主要一克是安用椒。这个。一克是安用椒，就让它有点脱皮，对不对？他们已经很紧张了。拿过去，好的，放过去。我觉得你要再摇一下，哎，再摇一下。抖转力。摇。不会开的。现在几秒钟？好，来，8。
他做出了，赶快拿过去，拿过去。这个不要吗？ 10粒不？10粒不？最少10粒不？这题是不是时间太长？好，唔怕。现剩下的，请那个阿斌师傅等一下让你。姐姐，你不要有阴影哦。没关系，游戏场没关系，蒙牙牛的啦。对啦，身体有看看嘛就好哎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还有很多机会哈。还有3题，玩烂锤。暖暖包。好，甜点暖暖包。下杯那个饮料係做得有暖身的效果，避免手脚冰冷。A 係熱紅茶，B 係酒精，C 係牛的咖啡。应该是酒精，那个是个人喜好吗？好，你兩個都愛用上係嗎？好，你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A 少嘅風叉。酒精反而會讓你體溫散掉。錯，你睇下到底做乜計哦？係因為風叉啲背組要興奮就按到叉風數，佢最提供呢就係做啲半夜體溫哦維持定。所以有研究講哦，假使到冷天嘅時節咯，是一杯小嘅風叉，你嘅身體嘅體溫哦，降低嘅速度會變下慢掉。韓國家下面就未講到冇咁錯，是酒咪嘛嘅。雖然熱開時哦，真經會少暖啊，冇啲酒精會半夜血管哦開來啊，所以它酒退嚟之後，你是會電到很下冷哦。哦，咋個來問風吹嘅阿姐，真教人開心還是不食人間煙火？真教人，我觉得大家想题目也很厲害，真教人開心啊！下杯呢個彩椒維生素 C 含量最高 ，A 係黃椒 ，B 係長椒味 ，C 係鳳椒味，好難哦。真的是黃椒，有維他命 C 的。嘿，請過界。哇，好，你看下正確嘅答案係 C， 係鳳椒嘅家下，咪就對我讓你提示一下。其實維他命 C 哦，大家可能會連結到石木啊，鳳色維他命 C 冇埋相關嘅哦。其實我哋三種椒哦，嘅地位都係維他命 C 都前過，因為最高嘅就係鳳椒哦。但這個太冷知識了。但是大家如果假使就不偏啊，換到嘅時節，我用食補嘅方式去做啲多試一下鳳椒啦。鳳椒係冇。好，拍攝。哇，師傅。目前是3紅切菜，我們靠藍隊咯。跟住來盤片正嘅一嘅燕窩 ，A 係尖水高香唔會碰起來 ，B 係有面片嘅亂腸米 ，C 係表面有講。B 應該係 B。你看下正確嘅答案係，恭喜就係 B， 太厲害，知識女孩。好。到底正式嘅人火愛用法來同你教一下大家。其實佢唔會有乜嘅特別嘅講解咯，電腦會有啲面拍攝，還有網拍攝。韓國而家嘅時間哪叫你皮裙啊？佢會有探嗰種亂槍梅，漸開熱後嘅亂槍梅會向下衝，向下面甜哦。這就是真正的燕窩。哇！我們等一下雪碰排都會口冷吹了。冷吹得到3分，紅吹得到1分鐘，用屍體用質量做。紅色菜來了，我先4個。你這個是尷尬而不是禮貌的微笑呢。你今天選的小黃瓜，好啦，開心。做咱係咪愛啊？愛肉，好，真係兩樣。心中因為是米粉啊，米粉啊，哦，講。還有一項。好啦不。真鮮。哦喲。到底要西紅呢這邊出乜嘅料理，就看師傅變化嘍。師傅上菜了。好了，給面師傅呢，算是在最後面的時候，趕快把它扳回來啊！不過剛剛很驚險呢，猜一些之前前兩紅色彩。不過好啲咯，今日係兩組來做個組合啦，即係按到冰雪奇緣，我係阿斌啦、阿謝啦。蔡明跟冰雪奇緣冇相關。冇埋相關，我今日做嘅係五種多乾嘅米粉湯。哇，米粉湯，米香小卷米粉湯。來。我每次錄影都吃太多。我食咗多，等下啲小婦啊，準備啲係配湯嘅，配湯，先那個米粉下去煮。你配湯係邊乜嘅？配湯啊，因為講蘿蔔蝦，總之要傾香料嘅，那挑妹啊，那種蔥挑啊，哦，冇時啲風菜挑皮啊、芹菜、辣椒啊，那都春在來配咧配湯。所以米粉
直接落去，唔是先用一般的水煮过。係，佢先幫佢配湯，幫佢做下梅湯。可是匈牙利皮头，我就很建议啊，大家现在不是很常去日本旅游吗？就得买那种家里面一定要常备昆布，随时都可以煮这个汤底。而且老年改发呢，小孩子也像随时赶一些补的东西，就是很好的汤。都打蜜中，哇！菇啊切蛋了啦哈，啊手工呢，我哋是切了来整理下，切。哎，台南那边又有两头菜啊！小卷米粉，我突然想到，可是它小卷米粉的米粉是粗的，对它粗的，很像是蜜奇木。记得有痛挑动喉血啊，里面大概只有3圈小卷。好，3圈，好。他们是故意加盖，也有整个的，对，那个头薄切要，哎，人家挑讲最后线，我爱在那边有。你去吃那种烤鱿鱼，最线线，那很严重哎。师傅，那个挑掉原因是什么？很好看，很好清，啱啱我刚刚木做瀑布，它要清洁啦。那你先去雷射一下。你哋啊吼，冻台家哦，魔法都按到小卷、大卷、透抽，嘿。可是它哪里全部都会受光。我有一次就是去海钓夜钓小卷啊。给我钓到安台家改，真的，哎，真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给阿公啊，不是因为我一直在吐，哦，你一直在喂它啦，钓到的都是那个在海里面冲黑一把剑的那个什么鱼，长长的白带鱼，钓到懂得白带鱼。啊，师傅应该有讲一下，你不会用半天，不会切蛋的啦，蛋了，冻干呢，炒过了讲烟那来切，一啲啲花纹落去还有办。哦，最重要的是用食材吞到了到咧，冇其他的咧。可是这样已经懂好的啊。你就話係配湯啦，啲蘿蔔蝦哦，就要咧啲熟蝦攞嚟咧皮啊、挑妹啊、吞出嚟啊，啲咧先啦湯先煮好咧，這很重要。做不起甜咧。不過日本嘅豆腐卡煮腐耳米粉湯哦，腐耳會撈先練去煎過啊。係，要煎過啊，比如係煮嘅時候唔會散嘅。煎過會撈去定型哦，因為日本卡特別好中意是嗰種。就是法块了一个，我不行，看不到腐耳豆奶一个。我不喜欢乱七八糟的东西，就像咖喱饭跟咖喱老酱中的不用饭中的不用。对啊，总得吊空它。不行。那串冰要啦。他有自己的标准哦，观众朋友。卤肉饭也要。那我看外面又在洗窗，记得会卖土河嘅腐耳，没做得直接冰落去。没做得啊，没做得。我记得铺会冻台地呢。因為時間關係，我哋吃好食的，好吃。現在有賣那種就是煮給高湯包，一包一包昆布高湯，那個梅州的讓小資族都不卡住。它封片哦，對，好封片。然後其實有時候咖師傅卡摸配桶哦，我哋還會用雞精，因為現在都主打100%純天然。那你很有錢呢，你那不要放稅局不要找我。對啊，洋蔥。白白的洋葱嘅香氣就對，然後最後一點油蔥落去。對，因為油不用按少哦，你腐耳凍吸油呢。吧，我幫佢鋪，幫佢擦，第一我又用了，還要用咧，佢加香水啊，應該香水油咧，啊，也香水啦。然後特製版。你知道這有全名嗎？是雪玲的。你要按照清明注油蔥呢？沒啦，越來越長。你按照劉雪玲，好香，自製版，真的。為什麼你做的特別香？為什麼雪玲姐你做的特別香？因為我用天天的白啊。如果黑公有你的粉紅噴這種香水味，我會覺得它很香哦。你會覺得他是內行人？我會覺得他很有品味。我特別吼，我特別白香油白好出去時常唔加白香油吼，安尼嘛。這是客家人的識別。我很好奇，我過年批到牛蜜頭會黑馬感覺。然係，哎，果然沒有見哦。你看公食材哦，果然沒係那個熱量炸彈。可是我買用的公點卡健康啊。自家做輕健康。哎，果然做得自家做啊。做對，魚圓也可以。玲姐最好呀。哎，貴關落去啦。這雪玲姐的量有點。哎，雪玲姐是只有你來錄影，我們的副教副長順導安妮。其實我們需要火豆廠贊助的不是油，是胡椒粉。還是我們要跟中藥行合作？哎，可以啊，我覺得比較實際。好，用梅煎出來咧，可能係。哦。莫切加落去痛條吼，佢嚟煎過哦，你要啲香梅出來。
而且是用寸下落的油莫炸国家。哎，油了老油嘞，哦，油葱，雪玲姐的法宝。哎，滴滴油。就是这个是牵起故乡的味道，思念家乡的猕猴君牙。很多人出国留学都要带这一罐的。咱炒出来来冰落去。哦，精华。哇，莫打松那个香气。当初是一粒钟的呢，几年都会生啊，所以都每次都走不进水母之前，都会做仰卧起坐。好配料了，冰下去，这是主角，这全部放啦，师傅切都切了。你米粉下倒一款。哦，有了香菜啊，还有芹菜、葱啊。哇！不过我觉得彬哥真的很厉害，他其实比我年轻，他煮的菜都很有老灵魂。你打死多会讲出来。客家韩猪牛片，韩猪牛是一个。你有荷兰学相应该去谈到。而且你知道我们这边的水内挂哦，等一下有一种玫瑰花哦。还要做玫瑰花。他现在不怕玫瑰花，他现在是怕摇蒜头，好不好？你莲花多会淡线哦。应该有结婚嘞。莲花有主了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失望？没有。我问一个，你看韩猪牛老板你买？韩猪牛在自家用，自家做。不过我觉得彬哥真的很厉害，他其实比我年轻，他煮的菜都很有老灵魂。你打死多会讲出来。但是其实说真的，你看起来是我们里面年纪最大的。又讲。对啊。哇，你看，吃到嫩嫩嘅烫水。这个米粉太夸张了，这要现离粽哎。做嘛个是豆碱呐？没啦，中台窗台。今每次要不开现离粽噶，做在抢一炒米粉。做对。赞叹不已哦。米粉啊，还有信中烟啊，台式走出来讲好吃。对，米粉也是不卡迪度常备的早料。一定会就。重点还是该讲汤头。好。来到本下看。五香所讲的米粉汤。按样就好食咯。哇，太香的啦！这款米粉咩都台南国华街上设得到哦，系哦，都一家自足，就设得到哎。来，鼻子先喝，鼻子。哦，那个汤，哎，抢天通，我可以装到水壶里耶。你又想摸痒啊？好香啊！太好吃，晚上啊。这一定要烧。后续都这样烧。这米粉汤怎样来吃？对，六拽。这可以帮我们写一下脆吗？一定要上脆，一定要上脆。对，一定要上脆。等一下可以帮我们。求食谱。真的好吃耶！就还西这个福尔斯有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。还有个哈尼拜给保单签不了的时候啊，煮米粉桶必胜。好。里面他赶你这都米粉桶 ，OK， 什么都就是自己人。真劲。李总，你都会现李总跟他有煮米粉桶不看？炒米粉啊？你家煮哦？就是自工，你们会帮忙。哦，姐姐，我弄一下，超好吃的，我没有吃过那么好吃的。哇，你只卡地无哈，无法度有料味。烘焙個本身嘅時候用蝦醬已經煮好，食嘅嗰種料。係啊，其實呢樣做不下，佢叫香料嘅，叫芹菜啊、雜啲啊、香菜嘅條啊、水雞啊、葱條啊。我哋喺度太煮是做嘅咧，哎呀，就會甜甜咧。等一下我不還有是題目，慢慢先，因為等一下就會真叫表功夫了。真的很好吃。剛頭前呢，紅隊因為在剛剛的這個搶答的時候呢，被張博謙擋到題目啦。應該聽會咧，聽太 Q 咧。確實，我不會反駁的。那 Q 人呢，就小小的輸一點點而已。水杯米館，用媽媽嘅廚藝變高妹嘅，好冇？做得好，馬上來進行水杯米館嘅挑戰。做下點功夫，真緊張嘅料理 PK 來了。兩嘴愛到寒天嘅時間地度，完成一出清沙皮嘅素魯菜。
上来万人做嘅料理，本人食到會前面咯。實實準備好嘢嘅快嘢，依家自主準備好愛上菜了。好，要最波民意馆呢，我们要全力为红队加油。好，咱最美差2分哦。哦哦，这边95加满，这边98好了。好，没问题，我们现在加柴油好了。好，我们看风水，然后带来料理菜鸟，我弄办该嘞。福聚一堂，福聚一堂，福聚一堂，都有福气哦。哎，你用班人的料理，这小口的小鸡哈。哎，泡菜就是传统的泡菜，以前传下来，然后要有后山饮食的，就是炸里脊肉，就是3代同堂的意思。啊，你敢用这家种的东西都呀？有啊，小黄瓜、生那个灯笼果、蔬菜。灯笼果的这家种的哦。好，等下过来看一下哈。最波民意馆有信心吗？有。好，我看一下攬出來2屆吼，阿妹記得吼帶咗個好料，菜面按到。客家鹹豬肉件，杭州又是一个。你有荷蘭水上應該就睇到。鹹豬肉哦，它眼大地哦，我煎起來。係先切片，係切片啊，要用油煎過嘅香嘅豬肉爆出來啊，通紫蘇芽啊、木樹芽。还有啊，你今年的海苔健康很严重。但常用糖哦，跟荷蘭水是白啲。我問一個，你看鹹豬肉老媽你買？鹹豬肉自家用，自家做3年，做3年，你都不卡做3年的？天啊！你保險是副業吧？你是不是現在財富自由？不要想象一個業務會什麼東西。開始先來走，因為要走後面他做給客戶。你有老娘給。他講唔會滷鹹豬肉，他們會嚇到。他的顧客年齡層瞬間可以往上推到97浪水。嗰時候你講你嗰隻家會送人影下，你家滷嘅鹹豬肉啊？哇，鹹豬肉，很像樓梯嗰個叫做樹修啊，還有塔頂啊，真的。哦，都起台哦，因為算係一家新式嘅料理，用客家傳統嘅東西加上後生嘅做法，係冇？最每一關有信心冇？有。好，2隊都已經準備好勢，馬上來倒算。3、2、1，唱開始咯！準備開始做了。一個燈籠果。哎呀，個地步係嗡嗡嘅，嗡嗡嘅，蠻嚴重嘅啊。里長種的，而且你知道我們這邊的蛇內掛哦，等下有走玫瑰花哦。還要做玫瑰。嚇到你！呀！嚇到你啊！玫瑰花，他會走玫瑰花。他現在不怕玫瑰花，現在是怕搖蒜頭，好不好？再也不要搖蒜頭了。其實你下凍鳳面臭時就要賣薄荷嘅嗰種蒜頭。係啊，好。安南姐平常都會做乜嘅方面啊？包裝的紙盒啊，蜂窩鴨，那個蜂箱那些啦。哦，用嘅都做阿婆誒。嘿。因為他幾家下講哦，福聚一堂就係三台窮湯嘅意思。你們都這麼有福氣耶！哦，你等下現煎豬里脊，豬里脊係要先滷過吼，滷頭油，還有蒜頭米，蒜頭椒。哦，請問牛里脊肉雞是從牛哪個？幾多的切得？有啊，幾多切肉啊？哦，就按到里脊肉嘛，那個還有里脊肉，就切片。但是豬有碳哦，沒有，豬有碳。那會先滷一日嘛？幾日？差不多3點鐘就做到。3點鐘，不用本熊啊你。所以講你晚上吃的話，中午先醃起來。差不多。對對。唔是切很多呢，切一盤呀，之後哦一盤就做了。一盤就。你想講等下會先立種而煮，差不多就8週哦。你這個夠紅嗎？你用粥對啦，因為它總共10塊，給我帶轉email，你咪懂麻煩。講食材哦，因為里脊肉佢較少，佢容易較多。哦。咁咪嫩嫩。安蘭姐，你要得用3年有叫他上高天絲冇？冇。啊，你兩個係用辦啲我哋有了解客家嘅料理嘅節目㗎。17台。哇！好，我等下個倒轉來哈。先皮料哦。先幫我下一下哦。來，你看。煎好了嗎？這真的是你自己滷的？對，自己滷的。3年咯。3年之前先滷。係馬莎夠呢嘅。
爸爸教的，用烟卤啊，用五香粉，香粉讲乜㗎？酸挑粉，酸挑粉，还有黑胡椒，对，黑胡椒也要大量。对，你看这个上面都有这个满满的黑胡椒。我想知道你是用到哪一种哈贝底度炉？哪一种哈嘞？好的啊，盒子保鲜盒就一般保鲜盒。对，一般保鲜盒。对，所以因为大家都也是保鲜盒。我上一次去做的时候，给他用收纳箱，因为他做非常多。哦，它是整只猪腌下去了吧？可以这么说，可以商业用啦，商业用。玉龙去到谁？我爱今年你是几岁？双子座。2月初。又买上一个愿望。水猴。哎，这很重要。很重要，让我健康是健康应该压力动态。我平常有吃好，但不一定有睡好。你做幸福健呢？来，快洗。应该下面有正果，有。先入口散衣啊，先水果。哎，这个。所以你要做啲蛋肠血啦，哈。做啲有健果，有会逼出来。哎，很香。你感觉玉林芳不会一个浓厚嘅兴趣，也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太太。你莲花都会淡性哦。我有结婚嘞。莲花有主嘞，你为什么要那么失望？没有。好了，先不跟见你哈。好。哇，那个熟了。哇，刚又见到，哎呦，这个是可以直接切来吃的呢哦。哎，电农狗吼，平常时需要做俩头料理，还做会做嘛改？就生吃啊。对，就是水果类。其实生吃最好。蒜甜的。哎，对，很香嘞。两姊妹哦，爱用冻小肉几乎强下嘞吼。过年的时间还会强下过吗？不。但是永妹姐，你走立种啊，你过年的时间没冻磨汗呢，家家户户的白风嘛。你平常就冻磨汗咯。对啊。哦，李敏夫妇，就算你拿很多，你没有管呢，超辛苦的。用妹姐，你做立种几久嘞？哎，这第一轮，哇，第一烟的。其实我觉得里长啊是台湾最辛苦的人民保姆官，因为他小到公口眼嘎给要去调节，对不对？很辛苦。妹妹点头如捣蒜，去定业干苦呢。上次喊我要算命，要看片，要救火，没有啊？大概多。那个牛啊，煎了那样啊，等那样啊，不要。就像摆上面了。我炒了不要。你要不要剪一剪？要剪了，要切吗？这一块要切哈。要啦，没有摆上面那么奇怪。哦，葱二饼了。你要就从较简单的料理出来，安尼红啊鱼就落哇。好。不菜还有饼吗？有饼，泡菜有饼嘞，有饼嘞，先别个嘞。有辣吗？泡菜冇按到。市场就照够水系吗？提供泡菜冇按到姜香咸啦。而且今日嘅等龙果冇跳下落去。等龙果没有煮在摆边。破坏嘅营养素嘞哈。哦，新盘的哦。对啊。哎，有冇爱记？我南京啊，然后给你，咱牛排啊，千万唔好用这些甜都当狗，他们大家一定会说我们味道没有融合。唔会啦，它这里不3代同堂的呀。对啊。可以吗？这里是3代。我这边有啦。我这边有。它里面也有猪排。有。三腿强汤哦，但是不能住在同一间房间，不会尴尬。强加不一收。我确定他不会扣分，我就有分这样的。3代同堂，这意思诶，老中青啊，有上音色的，容音尬色的。哦。这样，嘿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差不多，我先过去看一下哈。好。哇，两边很日本料理店吗？日式料理的吃法。我只能说张博今天太晚认识你。你真的是刚开始青都不会走呢。你太好不敢。中文系，完全没秀惯呢。中文他已经到另外一个同区。你在券上面不要说什么一家之主的主持人很帅哦，会被骂。不会，我会下去按赞。你按赞更会被骂。中文自行家。有些嫁人的就这样，一路走音。三腿强汤哦，但是不能住在同一间房间，不会尴尬。
我也有强加不一手我。确定他不会扣分，我就有分这样的呀。三代同堂，这意思诶，老中青啊，因为后上音色的，龙音架色的，是啊，嘿。那我们等一下就差不多，我先过去看一下哈。好，哇，你那边是日本料理店料理店吗？对，哇，哎，你就是日式料理的吃法。林芳，我只能说张博谦太晚认识你了。她老公会看这一集哦。我很认真看。你这个是马凯史清都不会做呢。某做保险之前係學乜嘅？对啊，摸走博洋之前，你太后空不干？中文系，完全冇相關呢。中文他已經到另外一個棚去了。漢祝妞，謝謝。那有表嘛？來嗎？漢祝妞就是就見過。見到出腰，電頭出油啊，變香啊，一下是不用凍簡單，不用蒜頭米啊，嗰個係蒜段，還有倆風朝天椒。哦，朝天椒。所以你的皮肤会那么好，就是吃很辣吗？對，你兩個皮膚主動好誒。沒，你很謝謝爸爸媽媽，天生麗質啊！你在厲害哦你在脆上面不要說什麼一家之主的主持人很帥哦，會被罵。不會，我會下去按讚，我會轉發。會被罵。這種自行評價。嫁人了就這樣子，你有種煙。爸爸媽媽又告他，冇告你種煙。這主持人買是動煙頭。男朋友有在看哦。吃醋，回家要煮很多道，可能不是這一道就可以那個。哎，講轉來講一下你要到啦。這邊已經太高級了。大片都差不多強用太色呢。那你們用的是海苔，還有紫蘇葉。紫蘇葉有綠色的紫蘇跟紫色的紫蘇，對，兩種的味道稍微香氣有點不太一樣。等一下大家可以吃吃看，這樣我們開卷嘍。來，根本睇下看。漢祝妞有香哦。有嘅，漢祝妞有香。那包2塊嗎？很好。對，兩地。第三那還兩。因為是幾道的。散的，因為散的。包得下幾塊就這塊啊。你以為它辣椒凍辣，冇不用辣椒下落。不行。你都有不卡好是辣係嗎？嘿，好是辣，啊個好是大椒辣椒。哦，當年不卡哦，做食嘅東西都按功夫哦，儀式感滿滿。你係有時間嘅時間，啊冇時間就該拍掉炒，對，炒就做這事。所以漢祝妞算係亞福卡的這種常備食材。嘿，你凍好是的呀。好，我們去倒數了。好，加油哦！天頭馬上來倒算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。時間到，馬上就來試試看那最杯米罐，來部卡米西卡針到咯。日本這個嘅中賞耶！你們呢有特別有媽媽嘅料理，還有新世代料理。好，現在試試看媽媽嘅料理嘍。因為肉餡入口所以凍香。它個鳳頭雞太醬菜哦，就是甜脆脆嘅。我一定要來好好享受這個電弄狗。你們有沒有看到？我們的那個肉有分成有炸過的跟沒有炸過的。老中青。真的鍋好漂亮哦。哦，水母葉係有酸甜都很豐呢。那個鍋好好吃哦。最後一口來一個燈籠果收尾，超讚哦。吃到停不下來。是香，你看。是香。電籠果手在那邊醃菜嗎？像 tomato 小番茄那樣子的。可以。好啊，風水實體之後，兩下就來試一下這個客式還有日本料理的結合。哈甲漢祝妞見。哇！睇家嘅嘅真緊。每次都咬到三碼，漢祝妞連豬皮都咬得下去。它的肥瘦相間，富裕通嘅度吼，入圍富裕通嘅度好臭。除了用海苔會爆啊，他們還加上拐絲亞德啊，所以它可以去油解膩。像韓國人很流行這樣吃。還有加上木素芽，你做啲正剛嘅膳食纖維，都會食到好飽。cái青色的就是韓國種的，紫色的就是台灣肉桂。請教你講看一下，有鰻魚嗎？鰻魚，東鰻魚。剛才是沒有問到，這是誰想出來這樣搭配？我想到的，我跟妹妹
一起讨论。我再次证明你的副业才是保险。今日挑战嘅秘术哦，3、2、1，倒帶結果樣板咧，結果咧看師傅嘅篇幅了。用主圖案厲害，到底要用格神呢？本師傅嚟受厲害嘅嗬，風吹搶師傅本輸。師傅，恭喜！好，3點後咧看一下攬水了解得到嘅分數幾多分。師傅，我讓咧。雪婷姐先向公平。涼水都煮來整完做得啦，風吹。玉米筍不要它縮嘅滴滴的，你看玉米筍無辣頭，啊個肉我切解細細的落去炒，上面呢唔好燙太大，不過以後食真好食，米絲真好。南水你那個木薯芽，冇米絲你就愛老娘個鹹豬肉嘅米絲炒出來，唔切燙太闊條嘅，炒出來嘅飯就塗落去嘅飯就會有濕嚟到木薯芽濕嚟到嘅鹹豬肉嘅香，它夾香下條嘅啦。當煮嚟當好食，當歪。這東西當好食。阿邊個？好，面吼春有切解，咧係放切解唔錯。一邊就係講鋪出來，其實喺大陸咧切解鋪出來佢合標好多啲啲會香。其實配你牛個阿配凍到嗆出來，其實凍好。一邊應是講稍一隻口感嘅，因為佢用咧先嚟掛冇爆出船啊，你切感覺有甜味，咪本身做得減少啲辣味。可是唔講正經嘅涼水都當好食，當用心嘅做料理吼。兩下成績已經出來嘅，馬上你就來頒獎咯！好，今日嘅成績已經出來嘅，公吹5分，藍吹7分，先來恭喜藍吹。好，恭喜藍水嘅後生嘅代表得到係總冠軍，得到係3000Q 嘅加彩金。恭喜！ Oh my god！ 我們紅隊替派出要按獎的禮物啦！各位，這什麼你知道嗎？吉朵拉系列草莓甜心陶瓷不沾炒鍋煮。哇，恭喜哈！這個是草莓甜心上做的油耶。點不良嘅可愛教主。可是只有一個，人家得剛剛去曼尼木卡住啦。林等勇啦。林等勇。三號來問一下哈，我們的雖然後生自薦的阿姐啦，今年係從嘢落梅強下來。 你嘛感想咯？東風兒，合作無間。喺我嘅家下時代下長啲哦，今年代哦，就係你有隻節目播出以後，有隻好消息，預告可以嗎？哦，可以。今年嘅10月，啱啱有結婚咧。哇！恭喜！啊，這個就我們包的紅包了啦。謝謝。啊，要幸福哦。好。韓白圖樣老公窮下來，把他徹底改造成客家人。冇問題。哦，恭喜。3點下來有讓大家分享感想了哦。今日咧也偏呀，咪希望大家有可能歡喜啊，什麼後輩朋友同你聽說啊，幸福一點，什麼一點。幸福一點，安排做安醬，與安排做菜，只盡先係一家之主，韓白提起來，喺叫人上班嚟都強下教。好，定義哦。老公你好，你馮吹，先問一下阿蘭姐吼，你要不要參加新的，然後睇下分享一下好嗎？我今日非常歡喜吼。 感謝有個節目吼，同嚟個機會啊！永妹姐雖然給係姐姐，啊，她是永妹，永遠的妹妹。永遠係老婆，永遠年輕啊！對，永妹你做。沒有年齡的分別。你要不要參加新店，然後睇下講一下好嗎？呢種感謝呢，一家之主啊，那個美食啊，美食有我們的電視台給我們傳播，然後就可以。 傳承下去，非常感謝。同小啦，同小你包一台搖籃茶叫下來，一送一兩推哦。你要6 cc 嘛？台搖籃茶嘟嘟好，都係6年嘅時間。歡迎哦！今日係苗栗啊，那土人嘅對戰哦，非常嘅好看。歡迎所有萬來各地嘅好朋友，強下來報名參加一家之主喲。冇唔錯，一家之主呢，從今日樣當神奇哦，2對姊妹嘅強下來標。我做特別有嗰種家庭嘅組合哦，就懂很刺激。嘿，真緊啊，做下吼，2個女生哦，真緊。我想我就懂期待上一次張爸爸、張媽媽在不同組。嘿，你會看到隔空交火的對戰。會動精彩啊！你哦，嗰時候非常睇次㗎，不卡住吹 Q 下來參加哦，你下禮拜再見，拜拜，獎勵了。
一起。